Jason 近段時間嚟嘅樓盤咧，就好似翻屋企咁頻密。全因咧好多港澳客戶咧首選呢一個珠海市嘅豪宅單位嘅。過往發展商係賣緊2萬幾嘅，今時今日嘅公底房咧只需要1萬5，而且咧我哋呢一套119平方咧，絕對可以秒殺周邊嘅大部分140以及係150平方嘅豪宅大平層啊！你睇下佢嘅得房率同埋佢嘅超高交標啊！Jason 同你深度分析。首先咧，呢一個係裝甲大門嚟嘅，並非部分發展商嘅呢個木質大門。呢一個嘅大門睇落去咧，就相當大氣以及係高成本啦。過翻嚟咧，我哋呢一個玄關嘅位置，發展商已經幫你做好咗啦，全部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大嘅 L 字型嘅玻璃窗入翻去，全屋嘅每一個位置，而家我哋所見到嘅每一個角落咧，都已經全部幫你做好晒呢一個防火防霉嘅呢個背景板啦。過翻嚟咧就係呢個3.5米開間嘅大飯廳，隨便擺放8人嘅圓台以及係長台都係冇問題嘅。我哋往上睇下，頭頂咧同樣係同你做咗個餐廳獨立分區嘅呢個天花吊燈，都係贈送俾你嘅。全屋係日本牌嘅大金空調啊，所以成本係比較高嘅。再過翻嚟，我哋女主人最愛嘅一個廚房位置啦。首先空間咧就相當係夠闊落㗎啦。再睇埋我哋呢個雙門大雪櫃位，我要親自過嚟俾你哋感受下啊！雙門大雪櫃隨便去商場填滿佢啦。過翻嚟咧，我哋唔係3件套嘅交標，而係4件套，抽油煙機、灶台、消毒碗櫃以及洗碗機都配備埋俾你。仲有我哋廚房嘅一個廚房寶、淨水器，通通都係交標啊！唔單止用料靚，而且咧交樓標準咧相當高嘅。過翻嚟4.6米開間超大氣派嘅呢一個客廳，連通餐廳，所以成個戶型係咪超越好多140平方啊？觀眾朋友，如果你住緊140同埋150平方嘅，評論區話俾我知，你個戶型係咪同佢差唔多，或者有冇佢嘅大細對比啊？我哋頭頂嘅呢一個天花吊燈同埋獨立分區嘅大金牌中央空調都係交樓標準。出到嚟陽台景觀當然係相當靚咧。呢一個位置望晒成個湖景，如果我哋有太陽嘅時期，藍天白雲啊！嗱，我小區種滿百年古樹嘅所以交標以及係成個園藝環境做得相當靚嘅。呢一個嘅露台風窗咧，發展商都幫你做埋咧，係咪慳咗好多成本咧？而家入去睇下休息區，首先過翻嚟我哋動靜分區咧，已經有呢個鋁合金嘅一個邊框睇落去會更加有層次感啦。過翻嚟所有嘅公共位置咧，全部幫你做好晒呢個藝術漆，唔會睇落去係白色嘅二膠漆啦。再過翻嚟咧，就係我哋呢一個3米開間嘅客房，朝東望湖景嘅，相當精神嘅。所有位置都已經油晒藝術漆，中央空調嘅交標，隨便擺3邊落床位都冇問題啊！嚟到第2個客房啦，呢個客房所見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我哋嘅1.5米嘅榻榻米嘅雙人床咧，留下好多收納嘅空間。頭頂嘅吊櫃啦、書台啦、雙門嘅衣櫃啦、藝術漆啦，全部都係交樓標準。仲有空調都係交樓標準。再過翻去，先睇呢一個嘅客房。客房嘅開間就已經達到3.9米啦，3.9米嘅客房開間喎。而家攝影師右手邊嘅呢個雙門嘅倒頂衣櫃贈送嘅交樓標準，所有嘅藝術漆以及牆頭嘅背景板都係交樓標準大嘅玻璃面，超大嘅視野空間，望到嘅係我哋小區嘅1、2期嘅別墅景色，以及係遠方嘅山景同主人房形成南北對流。再過翻嚟係客廁啦，客廁呢個位置，我哋嘅呢一個嘅鏡櫃已經全部幫你做好晒啦。我特別滿意佢嘅細緻嘅位置咧，喺呢個細節位，我哋嘅洗手盆嘅面板咧一路延伸過去，日後方便我哋女士放好多嘅呢個生活用品以及係化妝用品咧。過翻嚟咧，淋浴區呢個位置佢亦都幫你已經做好咗幾格嘅收納櫃，方便我哋放生活用品啊嘛。鏡頭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再過翻嚟咧，呢一個位置一入門就已經做好咗4線嘅倒頂衣櫃，藝術漆，入邊係佢嘅主人套房嘅洗手間，贈送智能馬桶，
過翻嚟同樣係3米開間嘅呢一個超大開間嘅主人房，呢一個位置亦都有隱藏式嘅衣櫃，同樣係交樓標準，做好晒所有嘅藝術漆、牆頭、牆尾以及天花、吊燈，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再過翻嚟呢一個位置，已經幫你安裝好，留低咗插座，我哋隨時可以自己安裝智能嘅電動窗簾，超大嘅觀景玻璃面，成個戶型就睇晒啦，超100%嘅得房率，119平方可以做到超闊嘅一個開間，20分鐘絕對能夠到拱北關口。